歡迎大家一齊做鬆一鬆緩痛健身操。健身操將會分兩個部分：伸展動作同埋穴位按摩。請大家可以準備以下嘅物品：毛巾或者係熱暖包。第一個嘅伸展動作係頸部拉筋。坐直個人之後，我哋望向自己嘅左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望返正中間，望另外一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另一個動作係頭向左傾側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另外一面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第二個動作係手臂伸展。首先拎住毛巾嘅兩端，舉起雙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下一個動作係側腰伸展，同樣拎住毛巾嘅兩端，舉高雙手，腰向左傾側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另外一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下一個動作係全身伸展，同樣地，我哋拎住毛巾嘅兩端，舉起雙手，伸出我哋嘅右腳，由膝頭哥掃向腳趾，再掃向天，重複以上嘅動作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跟住我哋可以伸出我哋嘅左腳，重複以上嘅動作。下一個部分係穴位按摩，我哋可以準備以下嘅物品喺穴位上面進行打圈按壓。第一個穴位係風池穴。風池穴位於腦枕骨下面嘅凹陷處，可以舒緩頭痛、肩頸酸痛同眼睛疲勞等等。我哋可以按壓10秒鐘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下一個穴位係肩井穴。肩井穴位於膊頭中間斜方肌最高處，佢嘅功效係舒緩肩頸僵硬同埋上背酸痛，改善姿勢同埋頸部活動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下一個穴位係曲池穴。曲池穴位於曲起手踭嘅外側凹陷處，可以改善手臂酸痛、肩周炎、高血壓等等。我哋一齊做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下一個穴位係腰陽關，佢位於腰椎兩側。可以摸住骨盤最高點向背面掃，佢可以改善腰背痛、坐骨神經痛等等。1、2、3、4、5、
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下一個動作係陰陵泉，佢位於小腿嘅內側，膝頭下方嘅凹陷處，可以改善膝頭痛、調理脾胃、減少水腫嘅問題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最後一個穴位係足三里，足三里位於小腿外側，膝頭下方約4個手指位嘅穴道，可以舒緩腳部嘅疲勞，增強下肢力量，幫助消化同埋全身氣血嘅運行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大家可以重複以上嘅動作，按壓埋另外一邊嘅穴道。以上就係緩痛健身操嘅重點動作，有助舒緩痛症，令大家瞓得更加好。得閒記住做多啲啦〜